上一次我哋講到啦，啱啱大陸正值係開始啲工業係起飛嘅，所以生意就大幅度開始好好咁樣，開始進入一個高速期嘅時候，呢一段嘅時間裏面咧，做過一役對我嚟講，我覺得幾 amazing 嘅一件事。第一次人生裏面喺一個嘅 transaction，我揾得最多錢嘅，咁大概粗略嗰陣時計咧，就係700幾萬度嗰一年。成個過程係點咧？我開始接觸二手機一行，周圍去啊，擺上去阿里巴巴，又收翻嚟又賣。嗰陣時一般嘅利潤大概30幾個 percent 到40幾個 percent 度，咁總之要靠現金流周轉，好似賣二手車咁樣。正值一段時間咧，就係突然間泰國水浸。之後好多全行嘅機咧浸晒，咁好多日本嘅公司咧喺嗰邊就有啲係執笠啊，或者要換機啊。咁啱有一次機遇喺 online 嘅揾到一個泰國人啦，之後我覺得不如試下去問下佢嗰邊係點樣啦。之後開始接觸嗰邊嘅拍賣行業咯，即係可能軍官又好，商人又好，佢哋會去唔同嘅拍賣場。之後就開始睇一啲日本嘅工廠，你係睇到原來哇幾百部機，可能成萬幾尺，全部啲機晒滿晒，啲機咧係浸到過頭，生晒鏽啊、爛晒啊咁樣。原先一部機講緊係50幾萬，咁嗰陣時係拍賣出嚟講緊係3到6萬蚊港紙，嗰2-3個月就係咁去睇機啊，水浸完之後啲水退咗之後就去睇，之後就報價翻嚟。嗰陣時啲機咧就正常係咁大部。做一啲嘅手機殼或者一啲 hard disk 零件啊、輕部件啊、電單車啊咁樣，咁有一批貨好記得嘅就係同全行嘅貨數唔同，係好細部，咁啊大概咁嘅 size， 專係做啲好細零件。咁嗰陣時問過全行，其實冇人敢買呢部機，因為原因太細。正值嗰段時間就啱啱係 iPhone 4、5、6呢啲咁嘅時間 ，iPhone 側邊有啲零件咧，呢啲咁細嘅零件咧咁樣，一般都係富士康包攬晒呢啲嘅零件嚟做。咁佢哋一啲代工公司就幫佢做呢啲。咁佢做一啲咁嘅細嘅零件，我就計到原來佢張台係咁大，點解做硬件啲嘢唔可以做呢啲咧？咁之後就開始研究，就開始同廠傾，畫好晒啲圖。有一個熟客嚟嘅，咁我同佢傾研究嘅時候咧，喂，本身一部機你同人哋做嗰陣時幾十萬，但係如果你買依啲機，我幫你翻新好晒，整好晒翻嚟，全部靚仔嘅，試好晒冇問題嘅話咧，會唔會幾萬蚊你會考慮咧？呢批貨因為銷路太窄，唔敢去賣俾第二個，咁我一定要收足訂，因為個利潤咧其實都幾高嘅，大概3萬零蚊，我計埋翻嚟香港入埋大陸咧4萬幾蚊關稅，咁我賣俾佢咧大概1萬幾蚊人民幣嘅，我一次過同佢簽咗100部，咁啊大概我簽咗800萬，結果我係分批交貨，最終係交晒貨俾佢，再加單，咁我係淨係呢一隻機型咧，我 total 買咗300幾部喺嗰一年裏面，咁二手機一樣嘢好，當個個都開始越嚟越知你啲價錢會高。由4萬幾、5萬幾、6萬幾，我收貨抽到佢最尾可能係喺泰國嗰批貨翻嚟8萬至9萬蚊，最尾係賣到大陸價嘅，賣到係13萬幾。因為全行知道呢部機原來可以做嗰隻零件之後咧，開始大家興起，之後就加埋啲機械手 K 框咁樣。嗰年半裏面咧，我哋係做咗300部啦，咁 total 係幫公司係賺咗700幾萬。咁而700幾萬裏面咧，咁本身自己又收 commission 啦，咁又公司有啲錢分啦咁樣。咁營業額 turnover 淨係呢一部機嘅系列，我哋做咗幾千萬生意翻嚟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就係話，雖然係好大嘅 risk，但係同樣地有一個好高嘅回報。大 risk 大回報嘅時候咧，你一定要好清楚嗰件事而個風險喺邊度，有冇辦法將個風險轉嫁俾其他人啦咁樣。越高風險嘅時候，你一定要對嗰件事係好清清楚楚了解，而知道痛點喺邊度，而其他人係咪有機會做唔到，而淨係得你做到咧咁樣。分享就係咁多啦，即係唔係話自己係咩，即係我覺得咁啱有一個機遇啊，公司又好同埋個人嚟講咧，係真真正正第一桶金唔做得最大嘅生意就係呢一件事，而我覺得係好 amazing， 係分享翻俾大家。係講到呢一度咁，其實時間係講緊去到2010年左右噶啦，開始 start 咗呢個機械行業，可能2-3年到啦咁樣，去到10到13到之後有啲咩做過咧？之後點樣去到今時今日我哋嘅 ECST 啦？咁希望可以分享翻唔同嘅遇到嘅情況啊，有冇啲值得你參考，又或者可以有啲咩大家再傾下咁樣啦。最緊要 subscribe 翻我哋嘅 channel 啦，有啲新嘢可以大家資訊可以聽下啦咁樣。